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元朗超抵嘅村屋，用中層嘅價錢買3樓連天台單位，330萬就有交易，仲係重點發展區，真係執到寶。首先講下最吸引嘅地方，中層價錢直接送你成個天台。呢個天台開揚到極，望出去就係靚到爆嘅開揚山景。空間闊落，擺張台仔燒烤、種花或者係小朋友玩樂都得，私人空中花園就係咁簡單。再講返屋企裏面，入到門就見到個客廳超級闊落，光猛到不得了。無論係擺電視櫃、梳化組合，定係朋友嚟聚會，都完全唔會逼。跟住睇房間，呢一間村屋有3間實用睡房，每間都方方正正，冇浪費空間。再望下第2間房，同樣係雙人床設計，床底仲有儲物櫃桶，慳位又實用。嚟到最後一間房，靈活度十足，空間闊落都夠晒舒適。廚房方面，基本嘅廚房設施一應俱全，上下都有櫃桶同吊櫃，儲物空間充足。廁所整潔企理，洗手台連埋收納櫃，完全唔使大執。交通方面都唔使擔心，呢度有24小時通宵小巴往返。無論係返市區返工定係夜晚返屋企都好方便。呢個位置屬於元朗重點發展區，將來嘅升值潛力真係無可限量。而家330萬買到3樓連天台，仲有3房實用單位，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，都真係執到寶。有興趣嘅你哋千祈唔好猶豫，打個電話嚟至葉家約個時間，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